某事情啊，被难断了。亲爱的李湘，来信收到，得知你跟方莹均安，我很放心。我把你的信反复看过10几次，字背之音都听见了。其实书信承载了各式各样在肉身上不能相互拥抱的情况下，情感的传达、遗憾、思念、支持都有。对于很多的政治犯来说，等到信件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文字的力量很大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见面，没有办法实质的碰触，也没有电话，那个所有的情感，所有的东西都会浓缩在那些文字里。我觉得有的会给他这封信，其实是因为他经过他的观察、他的思考跟判断，他会觉得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老婆，对不起家人，不要连累他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决定。用这样子的方式，是最能够保护到他的家人，保护到他的太太。人在那种状态，什么样的力量会让你继续活下来？因为会活下来的人，往往都是有牵绊的人。那一开始我们讲的就是有的他其实是无所谓了，这不是我的世界。但是最后他的妻子来，这种思念、这种羁绊的线就慢慢的又被拉起来了，所以他觉得他要回去。其实书信除了新生很期待会拿到书信以外，我们在读史料的时候，一些新生其实是很担心的，因为我写信回去我家，反而会因为家人收到信而被当地的宪兵可能关注。他们写的信，然后是警察会拿信到你家去，他就是顺便去检查你家的东西。所以等于说，后来阿贵他也就是对他而言，他真的不知道他要写还是不写好，但是他非常的想知道他家人的情况。当我知道说家人的离开家乡，是因为我一直写信带给他们困扰，尤其心里很复杂很难受。这是我唯一能把我的思念传出去的方式，但没想到这个方式却害了我家人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思念。我觉得有的他对于信件，这是他在那边能够存活下去跟努力不懈的很大的动力。会想跟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都过得很好，活得很好，所以不要担心。”